后来乡亲啊，摸鸡卵摸咧无洗手，竟然有遮尔啊可怕的效果。高雄一个女性，平常时啊咧做功课，必须都爱摸到真济鸡卵，可能就是摸完鸡卵无洗手，甲这个鸡卵面顶的沙毛细菌甲食落肚，结果是吐骨流、大肠肿大，并发着毒性的结肠症。最后，竟然有超过90个大肠拢翻乌歹死，赶紧开刀甲切掉，住院治疗1个月，才甲为鬼门关前抢回来。伫传统的市场，拣一寡鸡卵要倒来厝煮，但是摸完了后，你敢会记你洗手？若是你买毋是经过处理的这洗酸卵，卵壳顶面容易有细菌，会互你吐骨流的沙门氏菌。高雄一位女子工作需要摸到鸡卵，摸完了后无确实洗手，就去食饭，甲沙门氏菌拢食落腹肚。镜头记的所在，大肠异常的重大，这女子毋是闹啥离异，最后还佫并发着毒性的结肠症，超过90%的大肠拢总害去，需要马上切除。那沙门氏菌其实在平常在我们的家禽，尤其是鸡蛋这个地方常常都会有。那它主要是存在肠道里面，所以如果说有这些，它基本上传染的途径是一个粪口传染，也就是说吃到一个带有这个细菌的东西。因为有结屎啊，无咱有时啊摕物件食，当然嘛爱洗手。鸡卵有洗去腹着排泄物，医师建议摸完卵了后一定爱双手洗好清气。各位洗酸卵，这嘛是方法之一，避免将这无好的细菌拢食入腹肚。